超薄 iPad Pro 一出，全行嘅 creator 都煩緊整唔整翻部好啊？你呢？我就問咗啦，孝仔同埋 Andy 哥呢兩位 heavy user， 睇下佢哋點樣揀。啱啱我就喺上海蘋果嘅 office 啦，上手試玩咗一陣，即刻同大家分享翻先。睇翻呢 Mario 就話驚重啊，所以咧就應該會入一部 iPad Air 做旅居時候嘅 external mon。但係提大家，今次咧 iPad Pro 咧其實係輕過 iPad Air 噶，千祈唔好俾個名 fake 咗啊！我試嘅時候，第一眼咧就俾 iPad Pro 嘅 Tandem OLED 咧震撼到啊！顯示出嚟嘅色彩咧非常之飽滿同埋和諧，完全咧係唔似睇緊一個電子熒幕嘅畫面。咁初頭咧真係會覺得靚到好唔習慣嘅。如果係 Second Mon 嘅話，我就建議咧你都係換輕咗又靚咗嘅 iPad Pro 啦，用嚟調色啦同埋執相嘅時候咧，我諗都應該幾好用噶。另外咧，佢同 Andy 哥成日飛嚟飛去，兩個咧都話想知道 iPad Pro 有冇可能取代 MacBook 帶出街更新剪片呢？連埋支 Apple Pencil Pro 去剪嘅話咧，其實本身操作咧都會可能再流暢一啲噶啦。支筆咧有新嘅 Squeeze 啦，同埋 Barrel 嘅 Gesture， 方便翻你揀唔同嘅選項。你亦都可以咧自定義翻一啲 shortcut 啦，跟翻自己嘅剪片習慣。而至於 Magic Keyboard 嘅話咧，其實都真係唔一定要嘅，但係咧佢可以一次過做晒你嘅保護套啦，同埋支架。而且今次咧 trackpad 大咗嘛，鍵盤咧仲有埋 function roll 添，同埋相信咧大家買嚟剪片啫，都唔會真係淨係用嚟剪片噶嘛。咁呢個時候個 Magic Keyboard 咧就可以滿足埋文書工作嘅需要啦。如果你有興趣加800蚊配埋個 Nano Texture Glass 咧，個防反光效果都真係幾明顯噶。今集咧我就問住佢哋兩個先，繼續問下其他人點睇啦。我叫 Karen，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就 follow 我啦。